唔使打工、唔使出賣勞力都可以揾到收入？答案係得嘅。我以下會介紹3種簡單嘅方法，係透過買唔同嘅資產賺取穩定嘅收入。我哋稱之為被動收入。當呢啲被動收入係高過你嘅開支嘅時候呢，咁你就得咗啦，因為你硬腳打工又得，即刻劈炮都得。買股票收股息係最普遍有被動收入嘅途徑，因為入場門檻低，幾千蚊就有交易。股票當然有升有跌啦，不過呢，好多股票都係年中年底呢係會派股息，有啲甚至呢每季都會派息嘅。好多熟悉嘅高息股呢，而家係派緊5到6厘息，就算一啲比較穩健嘅公用股呢，都派緊2到3厘息。收租股、房託、REITs 都係收息之選。其中領匯呢，將公屋、居屋嘅商場打包上市，佢將90%收到嘅物業呢嘅租金會回饋俾投資者，攞到呢3到4厘息。最穩陣嘅被動收入係做債主買債券收息，因為一旦公司倒閉呢，債主揾錢嘅優先權呢係高過股東。最簡易入門嘅債呢就係 iBond 啦，由香港政府發行，每半年派息一次。回報呢係同通脹掛鈎，1萬蚊呢就有入場啦。如果嫌 iBond 嘅回報太低，可以考慮下債券基金。債券基金幾千蚊都有交易，有啲甚至每個月呢都有息派，當收息咁收。不過要留意翻呢就係垃圾債同埋槓桿比例，槓桿比例越高，風險當然越高啦。好多人嘅夢想生活就係所謂嘅3宅1生，即係1層樓自住，2層樓收租。不過喺而家買樓門檻咁高嘅情況底下，再加上辣招，如果買第2層樓收租，其實呢只能夠攞到5到6成嘅按揭，仲要俾雙倍印花稅添。如果得1層樓收租，又想退休之後每個月有穩定嘅收入，就可以考慮政府嘅安老按揭或者逆按揭，55歲之後就可以申請啦。假設兩夫婦將1層500萬嘅樓做安老按揭，每個月呢就可以攞翻6000蚊，直到百年歸老為止。而層樓呢就屬於政府啦。講到尾，以上3種嘅方法，前提都係有本錢購買資產。咁點樣儲錢先至有本錢創富呢？咁就要留意我哋創富 ABC 啦。